之前某一个火舞的表演者，互骗去泰国表演，却互带去缅甸。外交部嘛表示讲，海外救济的诈骗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哦。诈骗的手法嘛是百款，找人去办贷款，通抽口笔相，是上新传出来的诈骗手法。今仔卖个骗啊，咱就要请一案为咱来解破上新的救济诈骗。解破新闻，卖个骗啊！我是志坚。今仔解破新闻要来讲，最近台湾人去缅甸甲泰国失踪的代志是愈来愈多。这些人有一大部分拢是靠人口买卖集团卖去做诈骗的共犯，做猪仔去用虐待。前一阵仔，才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者，互骗讲因有表演的机会，出国人煞无去，到单也是无消无息。那讲到即卖诈骗，又搁出现新的手段，即个是透过社群平台，讲要找人出国做人头去银行来借钱办贷款，假做讲你是大头家，要开新的公司，需要现金来周转，若袂晓应对嘛袂要紧，因为剧本会当互你赔，搁唔免来还钱，是诈骗集团来还，搁会当来趁这5%的commission。那是以顶头新闻讲借220万来讲，会当摕到11至12万。不过这买去嘛是有条件的，有年岁限制嘛袂使有案底。这世人嘛袂使过来缅甸甲泰国。这讲是讲规堆是有够好赚的，所在这一切拢是假的，因为对于出国打到缅甸甲泰国的土地开始，就有人咧安排派车甲你押去诈骗园区来做诈骗的共犯。那唔将就甲你虐待，若要讨人，若要赎人，当然嘛是无问题。不过这行情一般拢是180万至200万来起跳，那无就拢总拢免讲。咱的刑事局有警察就提醒讲，因为即马真侪缅甸甲泰国的边境所在，拢是地方的邦政府来管理，开销这当然就是靠诈骗集团、诈骗园区来负责的。这邦政府就会提供因武装的保护。这缅甸甲泰国因的中央政府根本就管伊无法，咱国嘛更加是无可能去甲诈骗集团来谈判，照因的条件凊彩提钱去救人。敢若会当继续来宣传，来提醒民众，千万要爱细理。以上就是今日解剖新闻，将镜头搁交转去主播。